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内有人检举前立委郭正亮的言论损害党的名声，要求开除伊的党籍。也毋过，郭正亮今仔是先宣布讲，伊要退出民进党。伊表示讲，理念无共，毋免勉强。君子绝交，嘛袂讲歹听话。也毋过，民进党是表示讲，郭正亮乌白生话，伤害党。民进党已经依照党内评议的听书来进行处理了。定定伫节目评论民进党的前立委郭正亮进前互人检举损害民进党的名声，要求开除伊的党籍。郭正亮19嘛无意见，透过媒体人黄伟汉等人转达退党声明，内容表示志向无共，无法度做阵，即马开始家己退出民进党，佮讲毋免加讲，君子绝交，不出恶言。郭正亮他过去相关的发言，也明显涉及到这可扭曲造谣的言论，那么也一再诋毁本党跟抹黑相关的同事，涉及严重破坏党誉。本党现正依照党内评议程序来处理当中。这个长期有在媒体上面跟在政坛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一点我们都尊重他，他自己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政党的认同，这一点我们都尊重，那也必须要尊重党部的程序。其实郭正亮进前捌批评政府坚持想要用独立台湾政府这个名义购买疫苗，这纯办是要制造障碍，无顾人民的性命。佮讲会甲民进党愈行愈远 ，BNT 都是主要原因。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强调，准讲郭正亮宣布退党，受到检举了后，相关的评议听书也是会照行。他要自己宣布退党，还是要以党部开除党籍的方式来处理的。被开除的党员，如果要再回复到党部的这个党员的资格，还要经过一个程序，起码要5年以上。郭正亮退党有部分蓝营人士送温暖，除了斗三共转达声明，佮替郭正亮加油鼓励。对党中央提起到拍歹党的名声这件代志，郭正亮伫1个前无进一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